正大消息，来看这个郭台铭到底有要选总统无？明仔载就是连署的最后一天。郭台铭的幕僚讲，郭台铭已经有想法了，明仔载都会甲大家报告。你副手决定了吗？郑欣莹现在是我家里这个，如果说在家庭的经营上面，他就是我最贤内助、最佳的副手。 郭台铭中秋节伫面册8月啊，无要谈选举，即马假期结束，伊敢准备好要选总统。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怯战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好战的人，做任何决定他都必须要考虑到说他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国家好。他今天早上的感觉其实已经胸有定见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再给他一些时间。以和为贵嘛。但是如果确定，那当然就是勇于面对。 吴敦义表示，若是确定，就勇敢面对。什么人要做郭台铭的副手？除了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的呼声真悬，比点名也有成功大学第一位女校长苏慧晶、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兄哥高医大病院院长侯明峰，以及新光金控副董事长李继珠。 因为媒体报道之后，可能就见光死。那不管有接触或没接触，其实我们都很想争取这些很优秀的人才。 嘛有愈来愈侪前媒体工作者加入团队拍算参选立委，就看郭台铭17连署登记截止进前，安怎向外界宣布。